镜头来看，美国又个爆出校园的枪案。当地初六有人冲入去内华达大学的拉斯维加斯分校开枪，至少有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因警方嘛证实，一个60多岁嫌犯已经死亡啊，而且这个嫌犯敢若阁是一个教授，到底是安怎要犯案，也搁来调查。救护车出入地看到的人惊甲小浪哭出来。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伫当地时间初六晚中昼的时阵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知影至少有3名受害者流弹死亡，也有1个人受重伤。People are scared now because every time you step on a college campus, there's shootings every single year now, and it's just getting scarier and scarier for us students. 警方由封锁线连直升机拢出动，校园内艺术生拢总互撤离到安全的地点。警方表示，这名60多岁的嫌犯也已经死亡，也毋过无说明伊是防弹死还是自杀。There's no further threat. We do have one suspect down. Of course, we have no idea on the motive.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false information and tell you how many victims that we have, but we will be providing that update very, very shortly. 因为受到枪击的校园就伫拉斯维加斯大道以东无到3.2公里的所在，有2.5万名大学生加8000名是普班学生。安全起见，内华达大学的拉斯维加斯主校区加所有的分校区迄天全拢关起来，校际篮球赛暂停。美国总统拜登伫声明中指出，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已经加做上新一间受到枪击暴力恐吓的大学校园。敢若今年全美国都发生600多件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4万人死伫枪下。呼吁国会议员通过禁止攻击性武器甲大容量枪支阿嬷的禁令。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